要来看，环团将对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提起诉讼，要要求撤销海华利用许可。环团一审是败诉，也毋过这个反映烦恼天然气外漏的风险。中油敢有针对生态有保护的措施，所以发回警审。中油是表示讲尊重司法，嘛强调讲3接按说6月会当开始提供天然气。资格，放宽救济资格。 确保海岸保护。花口湖希望政府考虑3接案对大潭做大的海华生态影响。环团及居民因为3接案提起真济件诉讼，原本要求撤销海华利用许可的部分一审败诉。啊，毋过最高行政法院认为，液化天然气若外泄有爆炸性，要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调查清楚中油是不是采取适当保护措施。顶礼拜发回警讯。原审他没有要求去提出海岸利用管理说明书第7章的内容全文，叫做只凭海审会的审议结果，就认定符合海岸管理法26条的规定，然后认为这是有不依职权调查及认定事实不依证据的违法。诉讼经过多少年？ 我回答应该很久吧，到法院的次数多到我都忘记了，但我忘记不了早教，现在正面临中油的摧残。环团希望司法胜诉，贴保花兴海一日研究会也呼吁政府因应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，应该早日终止不当的化石能源开发计划，转向计划转型。对于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，因为我们是诉讼案的参加人啦，所以我们也会积极准备相关资料。 配合内政部来研议未来在行政法院的攻防重点，持续向法院来说明。对案件发回警讯，中油强调尊重司法，也强调3接的8项工程当中，已经部分完工，已经启动测试，按算6月会如期运转供应天然气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